是红哥，先赞后看，好运不断啊！期待已久的 Upstream 这个二次网络的项目，终于发行了自己的生态治理代币，在昨天公布了我们自己的这个空投的规则以及哪些人有这个资格获取，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获得这个空投的资格啊？好了，时间过得很快。2021年呢，很多的朋友因为空头进入了这个行业，也有一些朋友呢因为空头而离开了这个行业。来来继续呢，已经成为了常态。转眼间，我们又来到2023年。那一路走来呢，红哥呢参与了很多的区块链项目，比如专注于二层网络的跨链桥这个 HOP 协议，那 OpenLeverage 借贷协议、FireSwap 边缘存储、Zixen、Upstream 等等大大小小几百个区块链项目。而作为 Upstream 也是大家近期呼声最高的一个二层网络的区块链项目在昨天呢公布了这个空投的一些细则，包括这个查询空投的一些方式。当然了，终于呢在这个23号呢，终于可以领取到这个Upstream 这个空投的奖励了。3月真的是一个空头聚集的一个月包括呢我们在前几期节目当中有讲到的一个 Space ID 呢，今天也上线了币安，那近期呢也会上线这个进行交易了，不知道大家呢有没有去拥有它很多的区块链呢项目在这个月呢发行了自己的 token 和这个空头奖励，也支持自己的用户，就这个呢也包括我们在刚刚讲到的这个 Upstream包括了这个 Space ID Space ID 呢还没有公布它的空投的规则，那这或许呢就是 Web3和这个 Web2 不同之处那在 Web3我们只需要你贡献价值、贡献数据，你就会获得相应的奖励，但是在 Web2 我们永远只是一个贡献者我们呢是一个数据的贡献者、生产者，但是我们永远不是受益的一方。那并且的话，我们的隐私的话，在 Web2 呢也不是不会得到保护的经常性的会泄露给任何的第三方。但是在 Web3呢，我们的隐私是可以受到保护的，因为我们所有的都是加密过的。那或许未来呢，我们将会生活在一个隐私永远不会受到第三方和这个任何项目方的威胁，而进行一切为自己谋利的一种行为。那空投呢，也越来越成为了很多人的一种职业和副业。那只需要付出精力和时间呢，就有机会获得收获。然而呢，想要在这个行业生存呢，仅仅是靠空投呢是远远不够的，因为空投呢它是个概率问题它不是所有的项目你都能获得这个比较值钱的这个空投吧或者说比较有价值的这种空投，或甚至有的是你可能白忙活那红哥呢一路走来呢深有体会作为加密圈的一个交易者呢，我认为除了空投呢，交易者有可能会是未来最有潜力的一个职业因为不管人工智能再怎么发展呢，但是作为一个交易领域当中呢，还是需要有人去进行一个监护的那在节目的最后呢，红哥将为大家呢分享在2023年最值得关注的几个 Web3的项目。首先第一个呢就是Space Time 它呢是属于一个 Web3的一个基础设施，主打的这个去中心化的一个数据仓库，拥有预言机的功能。那红哥呢已经在半年前参与了很荣幸半年前已经参与过了，但目前呢还是属于早期，因为它是刚刚在2022年的下半年呢才开始的引入了很多很多的这个几千万的这个资金。那第二个呢，就是一个社交协议 Tons 获得这个 A16Z 的一个投资这个呢也可以关注一下。那第三个呢，就是去中心化的签名 IZ 主打链上签名上链那这个呢也是整个Web3的一个赛道龙头那第四个呢，就是一个 Amala， 这是一个隐私型的一个 POS 公链这个呢也可以多多去关注一下。好的，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还没关注红哥的可以加个关注，点个赞，我们下期再见，拜拜。